来是台中后日一间幼稚园的教保员，和家长指控至少共苦毒6个囡仔。也有搁较离谱的，就是发现另外搁有6个教保员嘛来苦毒着囡仔，这已经是集体虐待了，所以加重处分，这间幼稚园爱关门停办1年。 幼稚园教保员靠6个将一个查某囡仔抱起来，大力将伊的面正对椅仔甲杀过。家长看到这个画面，足唔甘。3岁、4岁，你可以用这么大力的状况来这样对小孩子，这样会不会对小孩子的身体、心理造成伤害？一个女教保员伫台中乌一区一间幼稚园食头路，8月初，互6个家长指控，伊用脸布将囡仔双手绑掉咧，互因食饭，敢若当像狗仔安尼拍咧食。 有的人甚至互赶到教室个壁角食饭，至少对6个幼囡仔不当对待。当时教育局介入调查，扩大调其他日期的监视器，对查发现各有6个教保员，敢若嘛是涉嫌不当对待，命令幼稚园为9月初1开始停办1档。昨天晚上就审判了，他直接审判，就是可以这样未审先判吗？幼稚园的老师敢若是集体虐待囡仔，离经的行为，互教育局加重处分。 严格真侪家长前一天才接到幼稚园后个月将要停办的消息，拢硬气。今仔日早起，拢来到幼稚园了解状况。现在剩2个礼拜就已经9月初了，他是要安置什么？他是直接写停业停办1年，等于是学校老师在学的小朋友们全部都受到影响。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很公平，因为就算你认为有问题，你也要宣判之前，也是要让所有的。 就是经过审核嘛，让委员去审核说，让老师有解释的机会嘛。双方强调，目前涉案的6个教保员拢要搁咧停办，教育局宣布命令停业1档，互双方无法度接受。家长嘛希望教育局除了处分无责任的教师，嘛应该要协助家长将囡仔转介到其他幼稚园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